嗨呀，各位聽眾，歡迎各人到對來檳榔學見的節目，真正歡喜各人各會使個一擺來參加我哋嘅節目。當今呢就到年尾了，特別年尾咧是一人要愛減肥啊，要水啦，要增啦，要蝦米嘛。所以當嘅時間咧就是8號，我馬死是12月8號。今日是12月8號啦，是我馬死節咯嚇，阿媽好。你時我俾介紹啦，特別嘉賓出到呢份我哋真正特別嘅嘉賓咯，頭一個就是我老趙妹阿龍，歡迎。Hello，我是愛水水地來嘅妹阿龍啊。妹阿龍歡迎。แล้วก็我哋頭一擺來卡開剛好人吐男仔，咋我錯路歡迎。Hello，卡開剛未？剛啦，不要緊啦，開剛啦。佢剛，男仔，但係男仔講講，你嘅買幾年啊10年。10年一聲較水過阿龍嘅啊。哎呦10塊錢啊！10塊錢啊！我話一年一塊，一年一塊呢？一塊。嚇！得咯。跟住嗰時啲 storeroom 跳出嚟。跟住就我問你，我聽到你學嘅話淡薄走音，特別你個成個講邊啲學嘅話，你解釋看你是得落嚟嘅人，係咪講下？我係爸是檳榔人。了。我係媽是吉打人。哦，吉打學嘅咪是差唔多成個檳榔嘅。差唔多像咯。嚇。多像。特別。我是廣府人。哦，我聽住你聲淡薄。了，你是到底大啲得咯呢？我係講到我係媽是啲矮淡。啲矮淡。然後我係知教我係哥咧，就是等等出事，我甲我小弟啲伯出事。你咧成個沙頓嘅，你聲淡薄成個南方嘅怎麼啲音？可能我是廣府人數。可能你是講，特別你是在檳榔出事本啊？唔是，我啲喺你 Perak 嗰邊嘅。Perak 出事。喺你巴里半山。安怎你知阿龍？因為你家己抄起來，一陣我就家己講起了。哦是啊。伊把你家講嘅，你個回到你。我冇聽到，我剛才聽到講伊嘅小弟嘅是小妹是一到啲檳榔出事。我做好晒佢冇轉銷，哎呦，多謝啦！我今日硬講我睇住點解掉嚟。我就見你看到我 panel 你食起我攞嚟 computer 個隻 recorder 正哎呦 mixer 嘅咧，真係實時講得10、9、10、11、12、13、14、15、16、17、18、19、20裏面教我頂，個眼光超冇教，咁冇照。你啊 ，OK， 等陣男仔，比較白啦，出事咧，到底係多閒呢？大啲辦間實10年。แล้วตัวไทยเพลง Bahkan Serai sih tahu. Tahu siapa? Bahkan Serai ya. Bahkan Serai ya. Bahkan Serai sih tahu. After Paribunta. Apa kan hal在十個正教咧。呢度係做嘅嗰陣時講，呢度係做嘅嗰陣時講福建話，唔是講廣話嘅。特別你一路聽阿龍，你聽嘅時候，我聽住，伊唔是咱人嘅迄邊嘅人咯，伊是貴港嘅人咯。伊淡薄誒。貴港啊！你講嘅是成個我係 uncle 咩成日可能，伊講嘅邊啲福建，成個咧邊啲福建嘅話，特別伊有淡薄誒，你嚟更重聽到冇？成個我講更重話先嚟咯。特別after 10歲，我就大太平咯。哦，你把把你 KL 20年啊！等陣，佢哋20年時啲 KL 都影響到嘅。KL，哇！伊嘛40歲啊！冇啦，問人哋歲啊！你39呢？39年啲 KL，係咯，10歲。39到一個月40。我你講卡人。你講卡死！等陣，等我咪講咪，你到底太平啦？你到底太平？等陣我俾吹你聲，真係得起啊！你把好屌。我聽人講。你知係咩意思喎？我講把好屌事，我解釋過，你聽到？
应该是跟鬼有关系的。嚇，唔，一間係咧即聽講啊，伊咪做校長啦，你啊就做一幫佢等佢拍證，伊校長咧，伊是特別講幾個事，佢就是去幹兵嘅事嘛。所以我問你是到底太兵，我是未都看白嘢咯，不去幹兵哦，幹兵就你不去幹兵就唔應該是白都個嘢，誒特別冇啲，你轉切，我咪南西，未咯。我唔知啊，我咪嚕其實聽到別人學嘅咧，其實聽別人學嘅去，安怎吹掉呢？四禮拜正。新疆，我會被聲個啊！係那個個，還是叫爸爸？我 SB 嘅 friend 介紹我聽咧。你 SB 嘅 friend，新加坡丹尼 friend 啊？新加坡丹尼 friend。我把這對件事我特別去新加坡丹尼啊。我聽講成日去新加坡丹尼嘅，我係有人我係妹阿龍啊，唐姐那講啊，是我未有糖子有糖咗。唐姐，我每另外一個邊咧人就講，佢哋堂姐、堂表、堂哥，佢哋學嘅話咧講就係，我冇嘅，所以我唔知。伊未曉本。伊未曉啦，因為當兵聽呀。伊佇我厝內邊坐條。伊有聽啦？無。我冇聽。我聽了嘛是有 echo 啦嘛，好你錯個亂。對啦，我唔知我想錄 Bluetooth 個 splitter Bluetooth headphone。哎呀，普及嘛，你做咩弄掉你頭先？喂，都聽 sorry 啊。碰一下 ，OK， 南西。我嘅 cousin 到底邊人到底新加坡丹尼training 加齊嘛？點解 teachers training 嘅 college 啊？是到底新加坡丹尼嘅，所以我就想去新加坡丹尼。แล้ว你就四禮拜整嘛，你聽到，แล้ว你聽到係冇是冇聽一 episode 呢？你聽4個 episode 呢？我較濟是聽鬼故事哦。你是個聽鬼故事較濟，แล้ว你個叫鬼故事講我呢？Actually，我想愛講鬼故事嘅，但係頭先聽到變愛水魚嘅。特晚其實你是咪講鬼故事呀？可能便宜，因為第三我講我愛做，我想講落來迄個就是。鬼故事唔是，你冇佢哋 list 咩？係啦，細本啊就我專門是愛水嘅嘛。你我確幫嘢啦，是住講未講愛水物件咧，使到啲你錄講裏面拍，還是會使嗰啲跟我講到啲 Skype 會使 phone 同錄本啦嚇。你 OK，咱講愛水物件，你再借借，即係說我成日講愛水你就，因為咱12個月買啊嘛，今日12個月入幾號嘛？入8號啊，你係咪是你買是再借借人，你買是特別愛山啊咩啊，攞我。exercise 啊，面可能咪叫減肥呢喎。我未有，不如我多巴多。我 man 咯。man 咯，生。就是有一人跟我講cousin 唔是標誌，標誌是表姐，標誌是你媽嘅病嘅是叫標誌，但係你是你爸嘅病嘅是叫咩呢？唔是標是標。標誌對對對，標是超標嘅。標標啊！標誌標哥。我特別講標先。咱就一人不是亂讀。嘢咩？OK，唔是我一人。標誌代表嘅標嘛對。對。標誌即係麥哥冇麥哥啊！你話是聽到啦，講唔對是唔叫你使試到啲 comment，你講我笑笑，特別別緊，那有個 connection problem again，就係喵喵。有錯嘅有標誌是表姐，只係你買餅就叫標誌，你爸嘅餅叫做咩呢？應該是你在入邊咧，人咱無按叫嘅，咱人一頭大伯，假是咱嘅直細囡仔，咱可能叫高個子呢嘛，因為咱上細，因為上細嘛。我就特別咱講標誌咧，咱無講凳子，咱有講標誌嘛，咱有講標誌嘅。特別因為糖是甲咱上細嘛，所以咱就無分嘅，咱一頭叫高個子呢嘛，講我係高個子呢嘛。無，我有分嘅。我知咱有分，特別因為上細，所以咱啲學緊話咁聲，咱無有分，你又未曉講，你未曉講就是因為你無分啊嘛。我特別講我係 cousin。咱就是咯，咱近嚟講 cousin、uncle、auntie，係嗰阿姑啊、阿姐啊、阿伯，嗰啲咪是 uncle 嘅。係啦，咱個姐，不難啊。
咁個了。แล้วน้ำใสโอเคแล้วรู้講รู้4禮拜聽รู้是跟他聽幾個告訴你你就是到底去聽幾個告訴我參參麼？你做咩是跟聽幾個告訴我是呢我暑假聽你暑假聽啊我暑假聽我家己本就一嘛哦有你老掉你使老掉哦好或者咱是跟他南西幾告訴誒這麼是你名就南西嘅我是 Nancy 嘛哦Nancy 講好話問南西啊南西哦你是南西咧唔是南西你是南西南方嘅南加東南西北嘅西嚇誒咱是東怎講啊東嚇東南西北嘅南西咱叫南嘢西點解有一個抄嘅嘛是哦抄嘅頂面有一個十字旁嗰啲哦咱叫抄西咱叫抄西南抄西佢啱啲比較潮。你啱佢有聽福建話咩？伊是吉打人。哦，吉打人啊，吉打人，我只吉打，我只阿老師聽講嘅啊。哦。啊，我個參個隻水閘我嚟啊，近陪嚟啊。係啊，大家好。你唔是講你大晚起床啊？我看你 Skype status 啊。起床？你寫大一嘛，就係咁。是啊，我前日瞓，我同你講我去困嘅，我哋 Facebook 都時有人講你，哇咩嗰啲正線啲啊！啊對，你唔知我嚟講啲嘢做咩？唔知啦，你度冇 post 呢邊咧，我見你 Facebook 呢邊啦。哦，冇 post 咩？有啦。你有 post 咩？有 post。哦。做咩我呢邊冇 update 掉嘅？唔知喎。Anyway， 別緊，我介紹你隻啊，咁配啊，咱有見咩妹阿龍咯，個有我知，個有一個南西啊，唔是南超西，衰嘢咯你啊，南超係，南超西，誒，OK，咱嚟講係水唔見啦，咁我再講一句嘅啦，但是聽人生叫啊，唔是我叫查波咩？冇啊，南西咯。是咩？我聽唔到你揾料。嗱，生叫咩？得講未來，特別冇來，一上山行吹起啊，其實是。我特別。我都特別就變成一條抓嘅。咱攞。是哦。咱唔記得攞人驚嘅，成日加咁隻，主要係咱攞人做咧驚嘅。OK，咱嚟講愛水物件，咱。你人會記講咱頭一擺做成啊，你會曉愛水是幾時哦？阿龍講頭一擺你會記講你頭一擺會曉愛水是幾時？阿龍你聲個未好勢 ，connection 未好勢。阿龍，你 connection 未好勢，我 hang up 咧，喺我 call 到點咯？一學南西講成南西，頭一擺愛水時都幾時？應該是中學嘅時聽。哦，中學你小學是未愛水咩？小學未愛水嘅，小學是大波頭嘅。哦，你是中學時陣愛水咧？我愛水。喂，愛看。應該是朋友哦，隔了看到朋友隔了裝啊。嚇，你按怎裝呢？哇！你看到朋友整那是整按怎整？頭毛你，哎呦，年代頭毛得型。阿龍，你聲真亂。我都冇做過。佢在接龜啊！你 computer。啊 ，OK， 啊，好啊，等好啊。啊，你南西講？應該是看到，你頂擺我咪是，我人年代先咪是咋是頭毛綁照嘅了。哦，查某冇綁照咩？有查某綁照嘅頭整，嗰了咪是綁得慣慣嘅啊。哦，你翹起來啊！我啲起來裝嘅事嘅啊。哈，你嘅茶色嗬，隨行湯隨時你計咧，假下你教佢起來嘛係啊。
係啊，咖喱薄口啦，薄口嘅啊，咖喱薄口。對咖喱薄。咖喱薄是呢種，咖喱薄是熱意嘛。嚇，即係幾格啦，幾格。啊，幾格啊？轉起來，啊，呢嘢啊，而家個走落嚟。攞嚟記迄個啊開心女鬼哦，香港嘅戲。嘟嘟青嘅。嚇，嘟嘟青嚇，伊頭毛嚇咯。啊，你講你咯。吹頭前翹起來。呢個未使上高都俾啵啵呢，翹起來一時，你吹起來，只要吹起來嘅時候，是你使 hairspray 嘅時候，你日頭紅嘅時候，你頭紅嚟，把酒個未治照到隻頭。我掉嘅，你看下咩掉咁背？三單都冇，迄個咩？迄個吹風筒嘅，咁咪是用紅絲，用紅絲吹，紅絲嚟做佢整。Oh my god！你冇有打活你啊？頭係對多頂嘅，會打嚟活。แล้ว你ใช้กี่來對嚟吹頭毛啊？你可能？OK 啦，本是用個混整啦，會使得頭毛。你是水如果你是冇咪愛水啊啦，是做。有愛水啦，比我有你朋友就有咯，用2點鐘才會出門嘅。哎呦，你知樣做咩哦？我就是唔知樣做咩。就比樣有影用2點鐘，多1點鐘啊，換衫1點鐘啊。對，成個玩啊！你時，你阿叫每到啲阿龍，行咗。你見到頭一把愛水是幾歲啊？其實哦。正老啦，入過去立流嘅呢個。會啊咩？呀，我古早正冧暖嘅。所以你講成個無插成個無去插你個口。我是應該是跳緊領嘢咯，無插無半行嘅咯，我衫不是正嘅哩咯。哦，老直。正老直，就正老直，所以我同你是做教練啊嘛。未派蛇嘅機。誒，我同你講白吹機嘅喎。哦，你當佢哦，我爸佢冇你看我吹機嘅水，係使機故事邊隻廣告。誒，特別講白吹機嘅故事啊，不當。等陣你去看我 YouTube，你講你看我吹機水啊。對。當佢講我啦。我是嚟個 MV 出邊啊，我個。介紹下水。講話係你 process， 講話係你經驗先啫。冇咯，因為我就當時都出嚟啊，都個朋友咪就出嚟，都俾我覺得成個是水，係啦，頭毛條是水，衫是水，咪花菇啊，咪是杜蘭咯。即係你啦，at least 你個再講冇聲。先都繼續杜蘭啦，因為佢半段嘛，佢冇睇，佢經佢冇睇嘛，但係佢半段真㗎。哦，冇。你成感覺就我成有啲人食個，未食你可以買衫，是買做頭毛時，你買，唔是 natural process， 有隻愛水成個話，可能一隻 natural 就係 process 頭，你哋就係你們勁嘅啦。你有啲人是佢就成時候個把聲未曉，唔知怎做呀，你是唔是呢？就是我就是咧，就是講經咗一條唔知別人看咧安怎啊，然後再咧驚嘛，係啦，我能夠拍攝嘛。哦，我呢是無插，我經過佢哋水，我是插落去死都無需要，我都輸嘅死。我自己情一咁夠，我自己隻笑咧，我就是隻笑，我無插都是咁無事㗎，我先嚟。我是邊咧學見Lady Gaga 嚟。咪咕嘎嘎。啊，咪咕嘎嘎嚟，我是好死。等陣我咪咕嘎嘎，等陣會放話咪咕嘎嘎嘅歌，等陣咪咕嘎嘎嘅歌得一條興，馬來西亞。Poker face 啊！哦 ，Poker face 啊！唔對。聽到啦？有啲。Hit what I've got. Show him what I've got. OK， 搞啦，耍。條本咯。誒，嗱隻叫做八角面。八角面。八
膠邊，八膠邊，八膠邊。哦，我咪唱一個啊，出一個新嘅album 係八膠邊。OK，到底嚟。啊，北膠邊咪是個水哦，一直搞正嘅嘛。嗱講 OK，嚟講到底係水。啊，金培呢？我袂記我幾歲愛水啊，特別是在講真愛水，特別個水袂起咁，因為無現在嘅數。無咩？啊，無現在嘅數。現在未。水面現在，咪水面直直就會現在。無相嘅，就你有現在，你就國家水；你無現在，就是無水啊。哎呀，I think 我明白本來往時你感覺到你有現在，還是你感覺到成較水嘅，可能因為都是相。你較有 confidence 嘅款嘅，就你會 feel 了。我明白你講咩？你知我大概背隻身就我知。你那時看到我青紗只冧耐時，就是講我背嘅事啊；你那時看到我青紗較水嘅時，就是講我山嘅事啊。你話這咩背時我只不是個啊，我背時我只不是個 shopping 是只杜蘭嘅，是唔是？哎呦，杜蘭加靠病種。就是咯，你只講你未見，我都未到白白啦，都未清。嚇！你清晒本清啊，成前彩啊，你講啊。阿龍，前彩清啊，拍字。會啊。冇喎。我聽到你咔咔拍字。嗱，你拍字是秒你買啦。拍字是秒你買300。OK，嗱，咁譬如嚟講，咱未使頭殼聽人告訴。你未使時候，你看到人買啊，人景嘅事啊，吼，你梗係羨慕一樣呢，我做前彩景本會，嚇對啊，咱人去景嘅事啊，咱景到人是個大大 size， 失敗。人家唔有講。對，我明白。唔是你講咩？有啦，我一擺對馬來西亞時咪想，你一想講，我個想講我家己3人步咧就係試啊，個試個大條個，一對佢俾時，哎呦試無 size，sorry 我冇第一大是 L， 第一大 XL， 你有時你上嘢冇個錢，特別 XL 當金上嘅。當機嘅人成日較大，然後呢，定當機我個買條衫啦，定當時買部買條衫就冇嚟寫事。啊，第大條啊 L 啊無啊咯，第大條是 L 喎，你想話，那伊 L 咧個 B 個 B 呢，個 B 個 B，L 是成個 XL 是 double XL 呢啊。伊 medium 啊，我家裡咪情未接好線啊。你家裡本夠回本去。啊，那我家裡咪情未接啊 medium。這個是頂擺啊！把路我啲格嘅講就被刪咗嚟啊！你講。嚇，你路啊愛水嘛？咱是同埋個新正嘛，差唔多比較佢幾年，佢幾節就是阿莫新正嘛。係咯，對哦。你無愛上個講下，人家這新正是人會做你 New Year's Resolution 啊，是上個要新正是今年19冇個老個19。自強19就10年，我20我鬧情年度咧，這年10年啊，是我個19個，我啊，你2020年，咱個2020年是鬧情10年是鬧情鬧情按怎講2010啦，個鬧情較10不啦，2010，我啷講華語咧2010啊，哦2010，你冇講2010年啊？為什麼有人講2010年呢？2010年。哦，2010年啊，0唔是迄個junk food啦咩？你話你3百，0唔是junk food啦咩？咱講咪刪啊，個人講到0啊，個不得要。真係你揾呢？咁就是代表係人嘅嗰年。哇！肯定。哦，sorry，成日諗講嘅就係講 ice cream，冇啊，是啊㗎。誒冇，咱講不知maybe 咱嘅卡一集咪先，咱實講個減肥，點解咱講個減肥都係叫？食股啊咯，咱實句講句咯。你有冇明明你愛水時，你是感覺到山一對水啦，減肥。你錄成個 make up 咧，整咧做頭毛咧，無咩我看你搞整你有頭毛啊，你啊呢？
唔係講頭毛講啊，激死我看頭毛就打草嘅我，到時愛水佢頭直直想要去電頭毛啦，捏頭毛，結果佢頭毛歹去。哦，唔緊啦，咱每看即係南西有面夾路，還是阿龍有面夾路，走做頭毛。即係影嘅話，黐嘅啦，咪得咯。免啊，咪夾不打。有咯，黐嘅啦，其實啦，冇數咧。黐嘅啦，夾不打啊。豆嘅頭毛啦。咁講頭毛是煩惱事嘅嘛。路會還路嘅嘛，我貼緊咗我冇數咯，認真。做年糕。雲吞啊，你揾。做雲吞係啦，特別雲吞貼頭毛，雲吞貼頭毛個人豆哦。特別哦，特別哦，是路來 KL 嘅 disco 哦。根本背都唔是問題嚟啊。哦。我講條背嗬，全個響過灣山嘅人哦。有件事夠真啊！家己啦，家己。人家己咯，我覺得星星咯，我覺得背架山是冇關係，愛輸冇愛輸嘅，冇關係，有啲是家己，因為 confidence 咯，咁配啊，都加情就，或者我對其實我佢 make over 係咪？係咪啊？我把老本家己啲 make over。哦，OK，其實我了到這裏啲愛水邊啊，了到這裏啊，等陣我甲家老講。OK，當佢講，然後我笑一笑，當佢講，來聽笑啊！我被再講你開到這裏先，阿咪開到這裏得落去。跟那 skin care 呢？阿龍，秒掉你買拍子。秒未秒我真秒。咗300，你 Skype 一day 唔是有一個買啊，一話反正 no entry 嘅一話。我買是一話嚟咗，一落來當時我覺得講就話一般是一話嚟。我知，特別你訂掉咧是一對你貴嘅 window 就變做 grey here，我 try 下嘛。別，半時我真係別。我聽我掉那。不，我教你成，喲 technology 啊，喲，你冇睇你做你。下水而已。問題是我有一病了，我病到一到2到3到4到冇半行冇咩病，亦都是老話啦。等陣我 try 下。有啊 ，call on mute 啦，我等下時。你掂掉啦，你掂掉機啦，你掂掉粒，一碟一粒，兩粒一條誒。有一粒攞掉嘅嘛？嚇，一直冇兩粒一條。一直嚟 pause， 人嚟 conference 嘅 conference 嘅 window 嘅位啊，一堆嘛，要攞粒一條咯，一條咪是聲咯。一堆多手柄咧，多手柄咪攞粒咯，多手柄攞粒，一粒 pause 粒 mute 嘛。你訂 mute。我秒是嘅有一話了誒，呢個曾經少一話個。我知有一話，特別你特別訂一粒咧，你規 screen 嘅變 grey 而個 mute。大家知道了噃，我係好訂了個，你睇咗我訂。係啊 ，whatever 啦，冇就冇啦，咪結管你啦，咪結得。你問拍字，你check on 你 Skype 係咪 version？ 一個夾隻 screenshot 啊，我看。Anyway， 你到底 beat Mac 呀？安怎個別？Mac 都就是咯，嘅杜林嘅。你講下聽你 Skype 係咪 version 嚇 ？OK， แล้วOK， 咱講到對，但乜咁配合？你開咗字，幾點未掉啊？第先啊？掉啦 ，skin 沒關係，開咗掉。OK，แล้ว咁配講。一年啊，干那 skin care product 啊，差不多清出。哇！你特別你 skin care 時陣，你成個玩可能有毛病啊，有pimple啊。啊，之前有哦，特別定啲人 gathering 時看一比較好嘅啊，嗬。哈，就衰啊！我唔知你定到有 problem 啊。之前有大粒嘅，哎喲，嗰啲嘅死嘅，甲你講。哦。迄紅蝦個轉個轉去，甲你講。咩紅蝦轉來轉去啊？紅蝦佢轉來轉去。做咩事咧？一直你破正大嘛，對。哦，冇角。你成日定到是冇四邊啊？冇 skin care，冇除掉啱家己人，啱掉人家己嘅 skin care 嘛。真係靠除嘅有陣時。把你除掉啦 ，OK 咯。哦，你除掉啦。慢慢摸。下掉啦，下用啦。你用一年啊，差唔多。你 skin care 差不多超過啦。超過啊！แล้ว除咗 skin care 我ก็有穿迄種人穿迄種 body shaper 嘅呀。
情。因為我只係個食嘅數嘛，成日滷完玩咯，可能好食你食 control 咗。你問佢請俾迄種 body shape 請哦，請啊伊會成學你身軀甲有成啊有形出來吼，了你佫未食濟。北得眼。所以話你食就食夠吉一個點先是啊，伊就真係硬啊嘛，你就我食蛋，唔得食。特別我蛋咯，你巴肚入邊蛋咯，變嗰啲款，會啊！是講你食夠一個冚數你都未食啊！你食咧，哇！哎呀 ，sorry， 未食啊，巴肚蛋啊！我甲人講一件件啦，我啲邊我買有一本冊啦，我自己無背，特別有一本冊，伊是寫金蕉嘅。伊講是日本一個查某，伊家己親身嘅經驗嘛，咧寫一本冊出來。但早起聽起來咧，干淨食金蕉爾，下面物件冇買食，干淨食金蕉，係咯淋白滾水，食金蕉淋白滾水，早起係咯下晡段加暗暝段咧，愛食下面半會使。伊講，若是你按咁做嘅話咧，一個月後你就會省錢啊，真嘅。伊講下晡段加暗暝段咧，免減食。我唔知。有金蕉真貴嘅。因為伊是安金蕉真貴咗。特別講金蕉貴嘅人有寫出來無嗎？特別伊寫出來喎。做你寫聲以為？就最寫聲。你寫聲？阿龍咯。咁優秀嗎？咪個電話轉嚟嗎？隔離啦。嗱講話是講下大聲啦，拍字時隔嚟拍咧大聲。OK，就是一切講好賣，然後我唔知是真是假，然後我俾嚟看啦，看一套，然後讓會使看一個月裏邊，早起下面唔敢買只，干那只金蕉甲啉滾水呢，只幾哪條就幾哪條金蕉啉滾水，2-3條，都只個都愛拗唔掂。咩只？呀，伊個吉利咯。冇，伊講。頭先食點食應該是食誒吉利嘅咯，更好嘅咯。你就是你食啊吉利啊，唔把刀是你想到食就唔咬就免食就散啦。我咪不食。冇，因為金蕉食夠消化嘅嘛，你食金蕉咧，你食夠消化，你把刀物件嘅嘛，消化咧，你下晡段到暗暝段，你食下面又袂使，一切先食啦嘛。我你早起食金蕉甲啉水咧，暗暝食就濟袂使啊。我下晡段就使亂做食啦，你食下面物件，你食個半差佢就袂使。老過啊！一般名嘛唔敢食啊，你可能你食。唔要緊，伊今日早起聽起來咧，淋白滾水食金蕉。要下晡段暗暝段，你愛食暗暝你食啥都袂使。你是講食真金蕉，還是食別項迄個金蕉？意思是你就講食金蕉，到暗暝你看到金蕉，你個會食愛食哦，但係只能講食啊。你是食咖喱啊嘛？對。是啊，愛水嘛，愛水就俾水，愛水嘛。我講聽咁配，即係其實係真愛水事。你咪是食金蕉，食個吉利啊嚇！你本來就要想到愛食物件時，你就哎呀想到哎呦，你大包叉幾條第二盤來時，你想金蕉，又未食，啊散咯。伊無澄清啫，迄個金蕉是蝦米金蕉，蝦米整蝦米金蕉了。泡菜金蕉嚟，我講你當媽啥嗰時。不，錄興趣嘅話咧，阿 John 錄興趣嘅話咧，我去隨佢哋齊 cover 咧，我新海 John 下都可以幫你，當我使，等佢隨佢齊，特別金蕉，你是講食金蕉，不，金蕉咪食醬。阿 John，另外一種嘅金蕉嗬，唔是食係咁嘅。冇，我為你搭一種金蕉，菜嘅蕉啦，變即係。會食金蕉，會食金蕉。雞金蕉緊啦嘛，會。我你家己你講有車。啊，我知會嘅，硬嘅咩嚟食？我知特別你特間一種會嘅金蕉，你買四兩面。我未曉喎，安尼金蕉是咩咧？你叫咩菲律賓島嘅金蕉嚟就好啦。喂，ăn tàu à? 我只大條嗰啲。ăn tàu。你只大條。ăn tàu。只大條。一條塔都全碗巴咁。咁背對鏡蕉啊，就係。不，講到啲金蕉啊，正金蕉啦嚇。我唔是山，唔是金蕉，講到啲山嚟，講到你愛水山嚟，我咪是比。我未對馬來西亞以前嚇，我冇路較山淡薄嚟嘛。我對佢就講真啦，我對到我都看到我較山，有啦比平時較山。我就是係咪？我是看
你哋兼職啊，冇法度啊，同你講。咁配。在兼職。我講聽安怎啦？我把路食個少啊。我講聽你特別食啊，我特別兼㗎係咪啊？我是，若是講我兼職嚟講啦，我食個少嚟講，我特行物件本趁食咋。若是講你愛大隻咧，你個肥哦。若是你要生嚟講，你要大隻啦，想要食濟嚟講係你特別你食濟物件都是個隻嘛。所以若是講你食濟嚟講，你咪是未食咧濟種物件咯。所以我食個少咧，我食個濟種咯。少吃多餐先，我講。然後我食嘅時候講聽我係 meal 啊，我係 lunch 又是成個一罐頭半嘅大呢。OK，你想你特別冇食飯咗吧咯？啊，冇食飯滿好。我冇食飯，然後冇食真嘅物件，減食真嘅物件。你度生食清。有啦。哦，咪好咯呢。你其實講嘅會感覺到會教你地步咧。嚇，係咪地步？教家哇，真係水 supermodel 係地步。你感覺啦，哦，這是死白冇可能嘅代志 ，OK？你講我哋先正去做 supermodel，你咪你學幫我跟你講。你即係你自己感覺冇插過，可能我咪是想我特別咪是那是我感覺到自己 supermodel 時，當今是怪 supermodel 啊，當今 Lady Miku Gaga，係我 Miku Gaga 啊，當今是。我希望啊，當我扮 supermodel 後，我嗰日捌到兩個，因為迄時我已經唔是咁配，我是新嘅一個 baby 啊。哦，你就出名嚇？唔是，我已經淘汰啊，就死啊！別使你有信心嚟講誒，伊無咁配咯，唔咁捌難。你有信心嚟講No，袂使。係咪唔捌感覺咩？你講我唔是咁配，我變咁爛嘅，袂使。冇咁爛是伊個翁。是啦，你唔知咩？你乜只佢翁咪得咁爛啊？我去隻胡攞先嚟講嘅嘛係啊。OK， 咁配。你慢消化，你教佢試下啊！你教幫小英才玩看。Before 50歲。你當佢好啲小靚，咪我講聽就是講你正式兼職啦。你唔使講兼職，你講你食嘅物件啦，你食就濟啦，你算你，就是講你要算 calorie 嚟講，你算啲 calorie 嚟講就快。我咪是。快呢，我知。然後你有件事你都被maintain 是最坎坷事。because 我講聽成個話，但是你成個話你咪顧家嚟講，你只教佢啲地步時，哇！笑啊，是大隻啊！你就你教，我唔教咯，老講。你教你地步嗰時只，你成哇！不要緊啦，我到驚落半本不要緊啦，我冇講只蛋糕下試下，下試就試。我袂咗，我唔是安尼款嘅，我若講今日食嘅一個豬肉，啊嘛就我身軀你看嘅一個豬肉出來嘅。我到底得嚟 usually double chin 咯。double chin。真啊明顯你看到嘅，真啊明顯嘅哦。所以我袂使亂食物件吧咯，太坎坷。伊袂使亂食，迄一隻豬肉，一隻豬肉。我使食金蕉。食羊肉，伊故事是作整啊。你叫咩？因為我強解聲啊，你咁嘅嘢，我唔知人哋有看過一個廣告，迄個一種賣茶嘅廣告啊，迄個唔是 ICI 啦，另外一種迄個是日本名嘅迄個茶。日本啊？啊哈，日本啊？日本啊，伊頂擺嘛是有一個大杯，伊是上加你數模呢。哈。我唔知，使佢講出來啦。伊會使講。伊嘅 experience 啊。伊看伊是真肥嘛，是唔是？伊問我，伊根本就是內人啫。哦。本內人，因為伊走去做迄個 operation 啊，伊巴肚伊胃吼，伊胃邊甲伊 cut 死咯。哦。伊講 stomach bypass。sama bypass 啊，伊胃啊，伊做死伊哦，所以我特別說的，伊做死啊，伊 infection 咯，點死啊 ，ICU。我真係我不覺人死佢本啊。哦，3 months 咯，伊點死迄種哦，一特 end up 伊本是無數啊，不如我看到伊時候，根本就是內人袂入伊啊。特別我講啲，
特別我最驚是山嘅時候，你配嘅咧，唔就走去嗰度，佢哋幾貴。有。流啊，你看咯。去 shopping 時嗰度佢嘅另外隻 bag 啲你配。啊。直啊！仔女配。啊，叫做len啊，叫len車度啲後尾去看。哦，就最咧後尾咪配。三百。誒，特別咧講到啲另外就係先頭毛咧，能髮型髮型。阿龍啊，又唔嘢。阿龍髮型咁即講啊，髮型啊。髮型咯，也是髮型啩。你係髮型。應該是髮型，應該是髮型。啊，頭毛寬按怎寫？我隻型嘅嘛，我大波第幾年嘛，就冇一個勤考嘅學習。特別當佢大波就係形容伊頭整長起來嘅，成個 Astro Boy 咁嘅。頭整長起來咗？I mean Baby G 啊，騎起來咁騎點騎起來咁正咩？當佢就形容頭毛長起來嘅嘛，就正咩成草咁嘅。當佢哦你哦。你白根嘅頭。哦，呀！你嘅鬼事啊！我係講係鬼事啊！馬路個時間係種夜劉海啲頭整嘅，Prince 搭係啦 ，Prince 就個係臭腳可能。啊對，啊 green 可能。對，成個話頭啊，能。阿咗你頭毛只水啊嘛。咪哦，咁時啊，特別我白毛攏知哦。頭毛冇白毛。我成白毛啊邊啊，佢隻毛白毛啊，白路嘅人。比我啲少年嘅喎，30個歲呢。誒，特別講，等我咗你講出嚟。阿咪，我都冇夠到白歲，畢竟你我別見啊，我差唔多要36啊咯。特別人，我都正後你在阿毛人冇咩有看，等人小講我係少年嘅。佢就成我是24歲，特別我嘅激死咪定之咪是起毛病嘅事咯，嘅激死，佢就怕昏。Anyway， 講下就講到怕昏 make up， 讓就住 make up， 咁配，出面事。特別你驚講 make up 咧做你皮膚唔好，你皮膚。冇，我冇驚。你冇驚？因為拍底舊舊嘅數。哦，冇啦，因為咱有抹下你 skin care 下面嘅，個嚟 make up 嘅嘛 ，after make up 啊，洗個夾清氣啊。你叫邊咯？然後但是個做冇啦，我又係你洗陣版嘅。洗陣版啊，一定係冇嘅。我想你叫鄧絲。我哋自己嘅加硬路嘛。係啦，你就係你隻，人其實點解俾你擦你，人死人扁你巴士啊，一隻鐵咧，嚇，搞你嚟片啊！貴粒意嘅，你講嘛？我唔是鄧絲，唔是貴粒意嘅，一種一支嘅啊。我食嘢啊！冇，伊是等嘅，一支嘅扁成個平時就係出去扁咧，特別就大地嘅絲格嘅。人叫嚟變扁啊！唔知，嚟會我食嘢咩？係你乜都食嘢？一查係handle嘅，查 handle 嘅，嗰啲劍咩劍食嘅，劍食嘅，啊！你唔知邊啊？咩我唔知啦。我嗰時間嚟變扁，嚟所以我嘅禮包俾拆你阿毛開嘅扁，俾拆佢把聲食嘅，把聲食時候，主要時間你變咧一隊起嚟嘅啦，你去計講你俾變拆嘅啦嚇，你人哋知啊，不知你去拆點乜時間，拖咁我俾佢嚟四邊。唔係嚇死人啊！個老講，誒冇咁佢講話你 process 你即係按照你想俾阿貝 make up 是俾按照做，你按照 make up。平常時人係你 skin care 咪個了啊 toner 啦，แล้ว係 gel 啊係咪啊？你別驚，起個了個嚟起係 concealer 了 foundation 咯。concealer 怎麼咧？我冇用 concealer，叮當時啊，但冇啊，冇去攝影時就冇用。是，我用了試妝物件嗬，แล้วก็嚟起 concealer，แล้วก็嚟 foundation。哦，你 concealer 是拍個剪一，你 concealer 是冚咩？冚叮當路。冚我係你 scar。我叮當 scar 較少啦。啊，當然是較少啦，特別較這是冚目睭係你。
暗困嘅時，係你 Miss Panda 你細。你個驚暗困咯？你個真係暗困嚟咯？啊！冇啦，白露冇啊，OK。I衰啊，等於嚇。是哦。你 concealer 了是，你咪是哇，佢咪是較舊貴你 ICI。冇啦，笑咩 ？concealer 是 liquid 定是 cream 咩？用條菇嚟用 liquid 咧。liquid 即南炒西講咩？我而家用你隻 M 用條菇。嚇，你比較用條時間嚟實得咧。哦，我就成日你我哋可講咯，2點鐘梗係出門。哦，2點鐘。定住，咱去食螺是你2點鐘咩？啊，冇，佢哋冇 make up 嘅數。我就講去食螺嘅時候做一隻半隻 make up 咧。嚇，屌，等陣 mascara 流落嚟，佢就覺得攰。哦，你即係有裝是叫聲我看啦。冇啦。唔係啦，你度 mascara 叫你看到咪撩啊辣呢？我按照mascara我是假如啊。你冇 mascara 咋冇？我愛嗰種 mascara，唔是嗰種 mascara。我面你 mascara。不如你面我自家嘛，不，你面自家我嘛，我也是個你看，我個你講下，這水下你無水下，這白白冇打下燈冇啦。你介拍廣告㗎嘛？隨住你按摩按而已。menu 按啊。哦，係 sorry。唔是，特別有按摩按是較好按摩。你咪去夾下你麥哥咯。係嘛？係啊。南西啊，都冇看到你我幫嘢幫嘅，我西幫你阿毛。OK。就啊，一排死啊，當佢唔敢起來咯。聽到這隻話嘛，唔敢起，唔敢起來啊，排死啊！冇起來嘅時，哎呀，咁配俾推。你兩講話誒，冇 sorry。咁樣寫一個真好笑嘅物件先。係講。我是無面白毛嘅，我白毛有特別，唔是真當食真淺那種咧，係講無嘅嗰個。那頂擺是啊，應該是讀 college 嗰時 form 5安尼。等啊，咁配。係呢是叫做無白毛。我知啦，咪講出來啦！哎呦，你真衰本嘅。唔是自白毛，係白無白毛，唔是自白毛。你叫白毛啦，你叫白毛。白毛唔是下掉，唔是白毛，無白毛。แล้ว講。你係時人嘛教我講你無 XO 啊，無酒啊，下面啊，喺度嗰個檔哦，下面本貴哦。你無咁馬步呀？被嘛冇個死啊！你看你邊個冇起毛，你個啲邊單個唔起，嘅毛個冇起。你想很柒很潮啲咩毛？本來是冇一隻禮拜本冇作用嘛，是唔是？了。你人嘛教我講你用鐵啊，成日扣一個 shape 出來咯，嗬。你我成講會使嗬，會使扣一個 shape 出來。你我真好笑，你在我牙下面扣，我又係白鐵球嘅你過嚟。你咪冇個咧要？天性，你我扣就扣啊，紅險啊，我超漂移啊，真係，我。一票攝5度啫，40度，你係咪食餅攞？你係咪殺你白毛去啊？你變無白毛變殺你白毛去嘛？殺白毛？等下我笑了先。了。這邊有一條，你看到這邊變攞條魚對唔對？攞雜。你看呢邊死啊啦！佢睇個未使畫喎，你我個未有畫喎，就攞邊滿鐵㗎，你有哇！你這是幾回事？college 時啊？我是十六回事哦。16回事，佢又等兩隻，佢又等先咗啊！
鐵嗰，因為我都冇嘛，本冇人去注意到。我哋就係咁配啊！話好，其實你咁舊係咪冇聲啊？冇啊！我就係講迄時，我個只驚咯，我咁個舊喺嘛講嗰度驚咩話呢？安尼細漢就起曉，咪死啦！我就好，哎，用佢記啦，走啲嘅佢冇打去啦。是啲，是我啲橋是啲根頂學得橋。你是唔是學得有學你天超嘅物件數？我自己炸起。你跟你咪是物件咯，物件看到貴咯。都是冇辦法攞嚟看到貴嘛，你唔知咩？嚇冇辦法我看到貴啊！我想一看到你冇辦法我啦，下就一走去嘅貴。我那是冇辦法攞嚟看到貴嘅啦，都少啦。哦，未講未看到貴啊，爸爸摸呢？哦。你聽嘅了，你學啊，你講橋啊，你哋。我爸爸摸住落嚟揾住學喎。特別我講聽啦，講啲愛水嚇，咱講下。我爸爸摸有橋嘅，咱應該知啦嚇，有經驗啦應該知。講我爸爸摸橋嘅，我今日橋一位呢，我橋是一邊，我唔知你看到。邊啊？到啲白椒乾嚟啦。搭嚟位嘅你講。start 你嗰部咩橋？我是橋我後背你彎落嚟位。你運到嚟迄邊嗬？彎落嚟特別唔是到啲國卡邊，唔是我頭毛嘅邊，是我白椒嘅邊。內邊嘅。所以你就係 because 我在大波爸爸摸，我是部橋是寫18咧嘛。你我是咪估㗎？咁嘛，你係寫18條，所以我是。我咪估㗎。我是就會。特別日本驚個了橋嘅咧。嚇對，日本驚個了橋爸爸摸對。日本驚個了橋嘅。對，有你橋個新嘅喎。啊，新水嘢嘅咧。個結話呢？特別。有你人有話本，我去日本時看到濟人話爸爸摸。橋個新油成個雜波嘅爸爸摸咧水啊。特別日本啊。我定位比較話是啊，話嗰時喺內地嗰啲蠟筆小新很大啲嘅可能。係咪？我計幾年嘅，我同你講。蠟筆小新。哦。啊，你講錯，你講內地比較話嘛。我就照見咧，哇，梗係歹看咧。點解表咪教嘅事啊？咁佢按照呢邊落掉雜精，以為啦，你咁佢你有聽過一種，咁佢你有聽過一種哦，迄個用迄個線來扣嘅哦，你聽過哦？嚇，叫你經係線咧，經嘅迄種，又叫 trading 嘛。我媽係曉誒，你嚟幫爸爸摸曉。你夾一條線，你夾條線後，你攞頭計拍計起來變咗二箍去咯。有時你轉對佢拿刀啦，你成轉你對些時候，你攞柄手咧攞，咪是攞變咗一成個背後嗱條咯。你攞嚟揸你咧就吐一個背後一坑咯，倒手吐一倒坑，隻手才隻坑。一開冚攞柄開冚，咧伊個loop 嘅位嚇啊，咪是會加嚟加去咯，走嚟走去咯，所以走嚟走去是成隻。班到你爸爸忙啦，很 Q 到你爸爸忙是我唔講。特別係你咪是做隻個40個代嗰邊300毛去。300毛。是家己做嘅，是學人做，愛學人做嘅。啊，對學人做。除咗 professional 嘅好啦。伊叫咩啊？南西都講叫咩 ？Trading。係咪 trading 人叫 trading 啊？哦 trading 成個線 trade 嚟線啊！哦。嗰是迄種Indonesian 啊，嗰是迄個Filipino 嗰迄種人會曉嚟，人會曉嘅吼。我正 supermarket，我去正一邊美國嘅毛冇有誒，你嚟算英語係咪？你係咪毛誒？咩人做？啊，什麼人啊？等係 Vietnamese 係唔係？Vietnamese 愛可能人嚟曉。然後伊是曲講吼，甲 Q 嘅是無相嘅 ，Q 嘅甲定嘅嘛，看到。哦。你家己 Q 嘅係甲定嘅嘛，看到。哦。跟 natural 係。跟 natural 真係水嘅了，生出來吼，本水水嘅，無講，你免驚會毛呢邊㗎，生唔出來啊！佢後，伊個水生。我是我是姑姑嘅，我姑姑嘅橋一擺上，唔是姑姑啦，上一禮拜橋一擺，可能確我先生出來時候，我睇咩？一禮拜嗰叫姑啊，都是笑啦。我是愛人俄羅斯嘛，唔是嚟看。唔是特特只橋，一禮拜橋一擺。
但係只橋呢字幕都寫咩？我只教細毛嘅，我只字幕嘅。你蛇魔鬼？我是蛇魔鬼嚟，我是我個是嘎嘎咪咕嘎嘎，個是咪咕毛毛菇。你一死嘅咯，你個架。啲人鬧咧冇得咁多聲喎。哎呦，我希望我個冇嗰啲 problem。尤其是頭毛，我講聽，我係頭毛呢是我係招牌嚟嘛，你知我頭毛是只字，我只字頭毛嘛，所以我頭毛是我招牌嚟，頭毛個超聲落行，但是講我下交期啊，但是我綠毛我是死嘅。做咩啊？啲頭毛是招牌咩？我冇 feel 到咯。我那是講冇毛啦，我就直接吸死嘅。做咩呢？你 try 過啊？我 try 過啊，因為後背啊，我頭殼後背真歹看嘅咋，我頭殼後背真扁嘅，就咱當人驚係，電腦困嘅時候，困頭背啊，你只扁係咪？你係講落唔對啊！你就係人物教我講嘅嗬，咱當人驚頭毛，咱當人驚頭嗬，唔是困甲扁去。係咪人講個頭啊扁，吸落去是唔是？你看耳啊紅音咪扁落去啊？後背扁去，扁落去啊！後背個介落嚟，個只係嚟坑。一個闊你揾入去啊！我呢，我冇闊誒，我一邊嚟搞個阿毛管邊頂淡薄高淡薄闊入去啊！係咪算呢？人講佢是長柄嘅人狗啊！你講呢？哦呀呀！我講咧我是長柄，特別人講長柄都冇闊喎，特別你都冇闊，你都長柄咧。我冇闊啊！我你減淡薄就長柄，你減淡薄就長柄。我覺得當今最好嘅辦法咧，就是壓鐵腿。露闊了嗬，最聰明。你話講我日 drill 轉嘅影啊？我袂使。都被露天彎彎嚟啊！伊愛樣誒，你日 drill，啊，日 drill。愛闊，袂使有坑，愛闊。了，誒，等陣我會未看。特別你是講你闊做到長柄，還是 BB 做到長柄？我是 BB 呢，我冇闊。你是講？唔是，人是講有人可能頭都是生成長柄。我係當年我係頭係，我是屬個後背較有較安尼凸出來後背啊。我你 crown 你條個凸一粒出來，我冇嘅咋。我係只係見人個了，哎呦，伊頭個咧就水就一粒呢圓後背。我係頭咧 BB， 我講我頂到去夾頭毛時，我夾咧夾頭毛人講，你被四字，你被細錢猜教我，人我是後背就扁嘅咋，後背成布到只有扁咧，我講。成個布到之後，邊個骨一地咧，飄啊！佢大片落嚟，所以我特別用我頭毛，冇得看，即係我對自己夾頭毛嘅事，別人比較教我。我特別夾。你係講後背喺下部啊面你看咯，佢係我個部上線碰碰啊你看。啊，所以我當時我後背特別做係碰碰嘅啦，咯。啊，俾佢成你四號啊，佢第殺起啊，佢淡薄碰碰係冇 wax 嘅看，可能看嗰時，哇！你頭毛梗係自己舊你啊。特別我頭毛是教，我頭毛是教，哦，你唔是講你 comb over 係啲仲係烘地吹咧，一熬個出來，真衰你！烘地吹嘅啦，啊，這是這力度把出來啊，即係咩單你冷眼力度。一計咯你啊！啊是我是計，但係這裡就是阿龍梅我看我印尼聽講嘛，哦力度把出來啊，就吹掉。帶平我們出 ，OK 啦，夠啦。誒，我講咱愛水咧，講夠啦，當然啊，咱啊，把咱講未了個，即係個愛水個，不知咱個當然嚟講下個 tips，看真愛水。愛水個包括啊，咪個係你 manicure 啦、pedicure 啦，แล้วก็มี啊 skin 啦、hair 啦、facial、dress 啦、清紗嚇。facial 啦，你按怎成啊？按怎背嘅時，按怎背嘅時就變按怎清，衫時就變按怎清。這哦。或者咱個對對嚟講個，咱水水嘅人嘅使嚟講嘅。哦，死我冇機會啊！你揾。哦，阿咪冇機會，你就是當然講，就是你水嘅通講啦。哦，你揾好。係你愛啲水嘅人明講啊嘛，咱愛水人嘅就講。啊 ，OK。我買起來了。啊，你買起來，你琴日最琴日就水啊！我係水啊！我講阿龍嘛是咪照開了是冇水？誒，冇啦，人家有水。你琴啊，梗係水。人家有水，當然琴日嚟 model。其實嚟post，啊 post 我扮我 Lady Gaga 個八九邊。
白溝片。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這是咪咕嘎嘎嘅歌。我嘅特別嘉賓是阿龍、阿妹、安豆巴、唔使。個南西。南西是當佢不多多了有驚。แล้วก็ว่าลังไงเราเจ้ากำเพยหิบเสียงคำแม่ไหน極隻頭整靚靚多多呢ก็จะเลย即係 Glen Valley 係出嚟 Glen Valley 極隻是太平山太平山喺東個 Glen Valley 嘛東Glen Valley Cleavage 嘛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嗱下禮拜再見感謝特別嘉賓拜拜拜拜